整个对干南山的粪扫经过机器的处理，目前已经消失。虽然玻璃顶有争取加二关的补助，不过送出去的因为无做好分类，互摕回来比例真悬。包括咱的这个蔬果皮啦，咱的厨余无等落咱的这个垃圾。因为大部分是含水量相关的喷，还有果子皮，所以做好粪扫分类真重要。另外，玻璃顶面代表会副主席嘛认为起一个分化炉，才会当彻底解决南投县的粪扫问题。给他起一间垃圾分化炉呢，替地方做解决问题呢，是造福地方上重要、上必要的责任安尼啦。不过，玻璃顶公所也是要让顶面做伙做好粪扫分类，而且爱较环保的，做伙来减少粪扫量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